不從夢中驚楚起，列強竟係我自己。原來喺外國人嘅眼裏邊，我哋竟然係咁巴閉。就喺前一排，德國一篇雜誌描繪嘅世界格局版圖，號稱新嘅時局圖。除咗老生常談嘅美俄爭霸之外，呢一次仲加咗個新嘅角色 China。好嘢，一覺瞓醒，我哋成咗列強啦。用佢哋嘅話嚟講，中國係一個近年嚟懶得輕易插手世俗事物嘅神秘霸權者，係邊個都唔敢輕易招惹嘅強大民族。喺當年嘅渡江戰役入邊，英國皇家海軍強行入侵我國嘅長江流域，意圖阻止我中華嘅南北統一。面對野戰軍嘅警告，卻置若罔聞，仲下令向我哋嘅中國炮兵陣地先行開炮。佢嘅艦長更加狂妄咁講：中國人呢，佢係唔敢向我哋嘅軍艦反擊嘅，但係我哋偏偏唔食大清朝嗰一套。華北野戰軍中炮三團直接鋪天蓋地咁樣將炮彈射向咗史石英號。艦長施金立簡直都唔敢相信，中國軍隊竟然敢開炮還擊。一時間，雙方喺江面上面展開咗激烈嘅炮戰。結果我軍嘅一枚75毫米嘅炮彈直接打穿咗英艦嘅主控制室，英軍嘅艦長當堂玩完，英艦終於感覺到驚啦，緊急掛起咗白旗以示投降。如果話炮轟英艦只係小試牛刀，咁樣自新中國成立以嚟，中國陸軍就已經係所向披靡，喺同敵人嘅歷次交鋒裏邊，幾乎從未敗績。當年我哋嘅軍隊將半個世紀嘅王牌軍隊全部都打到佢服晒。抗美援朝時期，新中國成立唔到一年，敵我裝備有住巨大嘅差距。就喺咁樣嘅情況底下，我哋以少勝多，以弱勝強，將17國嘅聯軍打到屁滾尿流。你以為我哋係傾盡全國之力？咁你就錯啦！志願軍喺朝鮮戰場暴揍聯合國軍嘅同時，另一邊仲喺珍寶島之戰棒打老大哥蘇聯，國內仲順帶剿匪200幾萬。喺人哋嘅眼裏邊，或者真係唔知道，其實當年令人心驚膽戰嘅美國騎兵一師，號稱100年嚟從無敗績，喺雲山戰役裏邊俾志願軍打到幾乎全軍覆沒，最後連番號都撤銷埋。美軍北極熊團號稱永不敗嘅王牌，裝備豐富程度世界頂尖。然而喺新興里之戰，北極熊團直接俾我軍全部消滅，甚至連團旗都俾我哋嘅志願軍炊事班攞咗去當蒸籠布。英國皇家王牌軍戰前宣稱，佢哋嘅一個團就能夠擊敗我哋志願軍一個師。然而喺馬良山嘅戰鬥裏邊，俾我哋志願軍消滅咗1700幾人。後嚟只要聽到我哋志願軍嘅衝鋒號，佢哋就會不戰而逃。仲有係南朝鮮嘅白虎團，喺金城戰役裏邊，白虎團成個團嘅士兵俾我哋志願軍一個班全殲，並且白虎團嘅團旗亦都俾我哋志願軍繳獲，至今仲放喺我哋嘅軍事博物館裏邊。澳大利亞海陸空三軍戰前狂妄咁樣宣稱自己能夠單挑中國陸軍，一直自稱為係白刃戰之王，結果1000幾人被志願軍30人打到滿山跑。仲有印度佬恃住背後有2個大哥撐腰，對我哋嘅西藏地區虎視眈眈，甚至喺1962年10月大肆集結重兵，妄圖打我哋一個措手不及，進而實現武裝侵略、佔據西藏嘅陰謀。然而喺我軍絕對嘅反擊底下，唔到1個月嘅時間，侵略戰差啲打成咗佢哋嘅首都保衛戰。唔好睇我哋啱啱先至建國幾十年，曾經嘅5常就俾我哋全部揼咗一餐。所以喺佢哋嘅眼裏邊，新中國就係嗰種手攞菜刀斬電線，俾佢2把刀，佢就敢從南天門斬到蓬萊東路嘅狠人。凡係出頭嘅，都俾我哋揼過。我哋嘅祖國披荊斬棘發展到而家，都係我哋嘅先輩拼住性命打出嚟嘅。美國老兵被採訪嘅時候，都係各種傷心嘅哭聲，而我哋中國老兵卻喺度分享住點樣同敵人戰鬥。江湖上流傳住咁樣一句話：能夠打敗東方大國一半陸軍嘅，只可能係東方大國嘅另一半陸軍。抖音